家我哋會做一個身體掃描練習，練習嘅意向係培育對身體感覺嘅覺察。而家容讓身體慢慢靜落嚟，按你呢一刻嘅需要，你可以選擇坐響度，又或者瞓響度。你可以選擇合埋雙眼，或者輕輕望住一點。感覺一下身體同凳或者床接觸嘅感覺，隨住呼吸，讓身體慢慢沉落張凳或者床嗰度，感受凳或者床承托住身體嘅感覺。而家慢慢將注意力帶到左腳，觀察一下左腳有咩感覺，由左腳趾一路到左小腿、膝頭哥、左大髀，係凍定熱嘅，鬆定緊嘅，或者係痕嘅、痛嘅，或者冇咩感覺。純粹去觀察，唔需要製造或者改變感覺。你可以溫柔咁同自己講，呢一刻有呢一啲感覺。而家慢慢將注意力帶到去右腳，好奇咁留意一下右腳有咩感覺，由右腳趾一路到右小腿、膝頭哥、右大髀，有咩感覺呢？溫柔咁觀察，唔需要製造或者改變感覺，如實咁知道呢一刻有呢啲感覺就可以啦。如果留意到心游走咗，唔需要批評自己，只要留意到